二空眷村是一个台南悠久的历史眷村，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文化园区能够尽速的完成，也能够让老一辈跟我们2代、3代回味我们眷村的以前风光的时代。二空新村哈，它主要是空军的眷村。那呢，这个眷村是空军自己建设的一个眷村，所以我们希望保留原始眷村哈，空军眷村的那个味道。空军哈最原始的一个象征，就是因为它是空军，所以它的房子的油漆一定是蓝色的，天空的蓝色。为了让这些眷村的朋友们，大家能够重回这种眷村的文化记忆，所以这个地方也保留了很多的眷村聚落里面的这些巷弄。那虽然有一些围墙拆除，但是其实还有保有眷村的那种文化的纹理在。那另外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有18栋的老房子，那也做了局部的一个空间的解构，让未来的空间再利用上更好。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兼具眷村文化的保存，那在地居民的休闲，那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眷村文化的观光来做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仁德区二空新村原住户在民国98年至100年间陆续迁出，以清空的眷舍环境常年无人居住，管理不易。为了维护环境治安以及保存丰富的眷村文化轨迹，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编列经费规划设计，将二空新村重新打造成半户外休憩空间，修复既有眷舍，并置入新的机能，成为居民生活场域的一部分。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二空眷村修复以及文化园区的一个动土。那我们可以知道，二空园区这二空新村就跟我们台南市好几个眷村一样，是一个改建之后却是很多人情味浓浓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保留眷村文化，也希望眷村文化在台南的多元文化中间扮演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过去我们有水交社文化园区的这个设立，那我们现在二空文化园区将来一定能够把水交社文化园区中间好的保留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能够将来不仅在市民朋友们我们当地的市民以及来自外地甚至外县市的朋友们来到二空，就更了解到当年的文化，而且喜欢上眷村文化。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国内外各大比赛，拢会当看到真侪原住民身份的选手为国家争取公赢。所以，身为原住民的议员古木哈久，特为代表台南市比赛优秀选手争取营养补助金，以及毕业以后的就业安置，希望会当有完善的体育发展政策。议员古木哈久因为有其他的生涯规划，后一届并无参选寻求连任。伫最后一摆总决选，以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女篮球队开训为例，针对当中优秀有潜力的原住民代表，有一寡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希望市府拟定原住民体育发展政策。特别伫人才培育顶面，包括培训期间的营养补助金，迄个是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安置，会当安心贡献因的体育专才，落来为台南打拼。我在这里要为我们台南市原住民的孩子，争取他在这个一路培训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谓的原住民学童发展体育营养的补助金，因为他们常常3天2头就会出去比赛，不管是在台南县市还是在外县市，因为都会进行这个交流嘛。那可能一出去就1-2千块就要出去了。希望这些孩子
将来呢，他们能够在这个他们自己的专业的领域当中，未来台南市针对国手或者是可能是在全国比赛或者在国际的比赛都有好成绩的，都能够未来他们毕业之后能够回来台南。未来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在培训过程中我们都会来补助他一些训练费，而且是长期性的，就只要他在集训，我们都愿意来这样做。专任教练的部分，就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们在地选手，然后留在我们台南市内，只要代表我们台南市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或是国际的比赛，有得到成绩的，我们希望留下来。议员会长嘛争取制定单市原住民族发展自治条例草案，并召开公听会。而最后感性的个别强调，伊虽然离开议会，不过一棒接一棒，会持续为原住民族的权益来努力。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伫14号公布县市首长满意度甲施政的民调，台南市长黄伟哲得到金奖。议员陈碧玉伫市政总咨询表达肯定，希望会当延续市民的幸福甲共荣感。议员陈碧玉伫总咨询针对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14号所公布22县市首长满意度甲施政民调。结果，台南市长黄伟哲有超过8成的满意度，摕下金奖。另外，伫观光旅游、艺术文化、医疗卫生甲环境保护等4个层面，连续2档摕下金奖，总获奖是8金3银，伫6都排名第2。议员除了肯定这款的成绩，嘛要求持续市民的幸福甲共荣感。我们得到了8金3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我们首长的满意度是80.3，荣获了金奖。那我也希望说，市长，我也希望说这样的成绩能够再继续维持下去。跟议员报告，我自己把自己的分数打得比较低了，但是也因为议员你监督的好，所以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的。我觉得没有被鞭打。议员因小咱防疫表现的金奖，对肯定台南用指挥防疫努力，嘛进一步关心目前台南有10个区拢无卫生所长一事，特别新市的乡亲相当关心，要求局长尽速尽量解决。咱37区咱37区的卫生所啦卫生所目前咱有几区是无医师兼所长的。有人报告，其实我们在这2年期间也补了不少医师进来，但是也很多医师退休了，所以目前有10个区。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甚至到很多地方就开说明会，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感觉登记以来啦咱卫生所拢已经有欠这个那个所长兼医师的这个职缺啦我是感觉讲。但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中西区图书馆伫今年6月开始进行图书馆迁移作业，为原本的中正路5巷搬到市定古迹台南义政资料馆。经历3个月以后，总算要伫9月18号甲大家来见面。市长黄伟哲特别先去开箱中西区图书馆，将这座位伫古迹内面的图书馆介绍给所有民众。图书馆员工当伫咧加紧脚步整理册本排名，期待将上完美的状态呈现给市民大众。加紧赶工整理嘛，没有，就是在最后的巡视下，看要以最完美的这个呈现出来。台南市中西区图书馆经过3个月的整备，为原本伫中正路5巷刷到隔壁市定古迹台南义政资料馆。虽然建筑经过整理，但同时也保留了古迹内特色，参像是画面上的窗仔、木造的厝尾顶、仿古的台灯，每一项拢非常具有时代感。市长黄伟哲14日特别来开箱中西区图书馆，要将这座成功将古迹活化再利用的图书馆率先介绍给市民朋友。在这个图书馆感觉起来，除了有许多丰富的藏书之外，还有丰厚的文化气息。不管是保留原来议员开会的时候的座位，或者是保留原来的议长室，改变成为一个阅览室，或者是在2楼的地方特别有儿童阅览区。中西区图书馆服务的，我相信一定是
除了中西区的民众之外，将来一定会成为台南的一个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热门地点。那很高兴把我们的古迹变成赋予新的生命，而且让它服务大多数的一般的市民朋友，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这边。过去不仅是民主的圣地也是议会开会的地方，也是我们阅览书籍这个探索知识的地方。我们很高兴来这边把台南州议会来蜕变成中西区图书馆，呈现给市民朋友。午后的日头透过窗仔照入来，让来这看册民众敢若身处在文艺电影场景当中，加上馆内丰富装饰以及具有时代感的特色建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真侪民众上爱的图书馆之一。中西区图书馆也将在18日正式甲市民大众见面。市府文化局甲中西区公所欢迎大家踊跃来这看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等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
远东牙医集团为4千里基金会启动长期的义诊服务，将协助台南4,000个囡仔做好喙齿的保健甲治疗。预计伫大台南地区会当帮助360位4千儿童。远东齿科集团以远东齿科西门院作为起点，开始长期性的义诊服务，协助台南4千儿童的齿科保健甲治疗。对此，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英基马校长致敬感谢中表达肯定。最近有新开了几个院所，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主治医师群，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服务据点，帮助4千的基金会，让他们里面的小朋友能够得到更完善的口腔健康照顾。我们会提供更完善的一个照顾跟一个看护来帮他们达到更好的口腔健康。4千里基金会服务对象对幼稚园到大学生拢有，普遍对着基本的口腔保养比较无注意，容易造成蛀齿或者是其他疾病。透过远东齿科的定期协助，来帮助这4千儿童。那基金会的服务的对象主要就是父母亲一方或双方过世的儿童。青少年虽然失去，但是他们不会失去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期待透过从小陪伴他们，去点亮他们心中的梦想，然后以至于他们能够长大有力量之后，他们不忘记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这摆义诊预计帮助360名4千儿童。4千里基金会南区主任也非常感谢远东齿科集团的斗相共，接着甲4千里基金会合作，互因先进社会公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庆祝安平400灯系列活动，蒙纳米竖琴乐团9月18号将伫安平古堡举办鹦鹉和竖琴戏剧音乐会。演出单位特别先伫沃沙艺术展演中心举办宣传的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看表演。是立刻现在就要跟你举吗？是。好。请你稍待片刻，我有几句话需要交代。改编自作家叶石头、鹦鹉和竖琴小说为题材，带领民众为音乐甲戏剧当中认识这位台湾文学作家叶石头。今年逢老师的乐团10周年，那也提早做了安平400跟蒙纳米的一些合作的演出。我记得有春夏秋冬哦。那一开始春是做荷兰时期，那夏是做安平开港，那现在是秋，秋是诗的季节，所以用文学来呈现，我觉得再好不过了。那说到文学，当然就会提到叶老的文学，因为叶老的文学其实就跟这个城市连结在一起。那最近刚好有台湾男子叶石涛的纪录片，的一个发行，所以又带动一波大家对叶老的一个探讨，所以重新把叶老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鹦鹉与竖琴，再重新把它演绎一次，我觉得在这个当下也非常非常的适合。鹦鹉和竖琴音乐剧，希望让观赏者感受到剧作当中所要传达千仞、本真、勤勉这3种精神。秋季有3种品种，第一种大家应该就是阿信，做勤勉的，好。另外一个品质叫做本真，我其实讲要咱解说这本真。本真我感觉是咱看清楚迄个代志的本质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纯粹的品质。咱看日本，咱有时啊伫日本的迄个老一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品质。那我在就是譬如说奇美董事长跟他互动下来，我觉得哇，对，就是这样子。这个也在留在我们血液里面。那第3种品质就是谦韧，就像这出剧一样，这出剧里面，在被那个殖民的时候，你被压迫，可是压迫之后，我还是会想办法找出我的出路。好，然后所以很谦虚，然后慢慢的去找出出路，那个韧性在。所以呢，在日治时期的祖先带给我们这3种品质。
安平400档 Plus 蒙纳米秋季古迹音乐会将伫咧9月18下晡4点半伫咧安平古堡场场，活动唔免报名，只需要买古迹门票就当入场观赏。台南市民早身份证嘛当免费入场。蒙纳米竖琴乐团欢迎大家做伙来看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